11点吗？直接减到11点。等一下哦，等一下候审会后面会有那个动作，我们才会知道，每一个人一定要配合候审。强迫骤止。来4种食物让你百毒不侵。第一，海藻，注意听哦，海藻类食物有呈碱性，而且它的胶原质也可以使堆积在我们人体内对放射性物质随排泄物排出来，可有效预防高血压及心脏病等放射性疾病。什么叫放射性疾病？放射性疾病的是说，我举手的电脑也有放射的那个，还有我们的什么手机，那个都有放射的呢，放射性的哦。那所以我们要多吃海藻，海藻最好我们是买那个自己回来花，都来给浸水啦，我发酵当然，我们不要买那个有的菜市场是已经发酵，他们发酵的都是用那个药水下去发酵，因为用化学。用那个药水发酵比较快，但是它不容易煮呢。如果我们自己买回来自己用那个水给它浸泡的，很容易，差不多1个钟头，然后5到可以多吃这种食物。来就是要多食物用什么菌类、黑木耳，平常食用可以清除血液和体内的有毒物质和那个毒素。所以乌龙呢是对咱足好的乌的嘛，其实我们那个专家都跟我说，最好每天可以吃5种不同颜色的食物：绿色、白色、黄色、黑色、红色。红色比如红萝卜嘛，红椒、黑椒有红。黑椒如果你要是那个3种黑椒都买回来，你就吃3种色泽的啦，但是不要都吃黑椒，因为它只是色泽不一样，其实它的营养是一样的。来，第3就是新鲜的果汁，食用足量的新鲜果汁后，可以使我们的血液呈碱性，也可以让我们血液细胞毒素溶解的功效。但是在这里或许要提醒一下，新鲜的果汁，我们打出来的果汁绝对不要打好放在冰箱。我说一直这么麻烦我打多一点，加这个放到冰箱，我可以这个1整天都可以都可以饮用，不行。因为我们果汁如果是打出来半个小时，你不喝完它的话，它就会怎样？凉化。对，即使你喝的，即使没有营养的，因为它已经凉化掉，你里面的南瓜空气积聚它，所以一定要在半个钟头以内把它饮用完，知道吗？大家你哪里看不讲？来，豆类，绿豆能排泄体内的毒素，增加新陈代谢，还可以保护肝脏，清肝降火。刚刚讲过，我们讲过绿豆会当我们青蛙干胃，有所以夏天的时候可以多饮用绿豆。来，错来，那一项来一个。